屏东民用工厂导火烧爆炸，造成严重的死伤，4个消防人员殉职。本地伫昨昏要举办联合公祭，严阁因为风台天改伫今仔日，总统嘛到位。因那民进党有立委昨昏伫立法院是质询讲，民用去年有2件职业灾害，害员工的手互加断去，遮尔严重的工安事故，严阁伫劳动部的职灾地图顶头却拢查无，因即嘛是要求劳动部爱定期修订重大职灾的定期。 屏东民用工厂着火烧，造成6个员工和4个消防人员死亡，100多人受伤，是严重的工安事故。全国民进党立委洪新汉在质询劳动部长柯明春的时，就指出民用干那伫去年就发生11件职业灾害，其中有2件是员工的手互加断去。这么严重的事故，伫咧劳动部的职灾地图和重大职灾公开网顶头所拢查无。重大职灾公开网上面。 居然都是要你有死亡我才公开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到底因为这个标准漏监察了多少？其实职灾上面、治安上面恶性重大的公司，你觉得怎么办？ 我们来检讨，把这个相关的规范做重新的一个订定。立委洪新汉指出，目前的职安法、劳动检查法施行细则，也有重大职灾地图，针对重大职灾的定义拢无同。这个劳动部可能会因为这个标准无同，闹到监督侪有职业灾害风险的单位。伊认为，毋是无死人就代表无职业灾害，要求劳动部应该爱重新定出重大职灾的定义。 另外，民用火烧事故电数消防员死亡，有消防团体拍算找到要上凯道提出做工会的诉求。民众党立委罗香林嘛要求劳动部表态，敢支持消防员的结社权。你们对于消防员组工会是要在工会法处理，还是你们也同意用这个行政院的方式来用协会处理？他的身份是公务人员了哈。那以目前来讲，两院的一个。 开会的讨论结果还是觉得朝公务人员协会法这边来放宽哈，那能够尽速来落实他们相关的保障。针对立法院的质询，劳动部长柯明春答应会伫1个月内重新修订重大职灾的定义，嘛希望未来会当守法保障消防员的安全。另外，针对消防员做工会的部分，部长讲，因为公务员无算是劳工，目前会先照行政院和考试院的讨论共识去修改公务人员协会法来保障消防员的权益。记者卢尚如、曾春佑台北报道。